6胜1平，4次 KO。蓝角是来自坦桑尼亚的托马斯·马沙里 （Thomas Mashali）。26岁的他，身高和臂展都是183公分。他曾经拥有 UBO 世界金腰带，是一位技术全面、经验丰富的拳手。红角是来自新疆的权力联盟偶像级选手 Zulfikar Mamatali。凭借着在权力联盟中出色的表现，他已经登上过澳门和王者归来之战的赛场。今天将是他职业生涯的第1场金腰带争夺战。比赛的级别很高，两个人所有的轨迹都是一样，很有意思。灵活，脚下的功夫很好。其实这种距离的掌握就很重要。好，非常准。现在来到了第3回合，可能话他就会打
打法？之前会看一些比赛的录像吗？应该会的，应该会的，因为这些新秀的选手会哦。刚才阻力挨了几个，吃了几球。哇，漂亮！哦，又倒了哦，太漂亮了。黑人选手呢是想通过一轮猛烈的进攻呢打垮阻力，结果没想到阻力的拳还是比他要重得多，结果一个迎击呢他就倒下了。是的，那么现在对于马沙里来说啊，这个WBO 东方金腰带，所以说这条金腰带的分量很足啊。他就会哦，刚才阻力挨了几个，吃了几球。哇，漂亮！哦，又倒了哦，太漂亮了。黑人选手呢是想通过一轮猛烈的这条简单的采访一下，我觉得他 WBO 东方冠军周记金腰带 ，OK， 然后我们的主裁为了他的安全解决的终止了表示。我现在实现了小超的第一个梦想，因为我小时候每周星期天观看那个中央五播出的职业比赛，我爸爸也是拳击教练，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世界拳王，当一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拳手。现在我觉得爸爸的苦，我现在实现了第一步。我相信以后我走的路更长，希望我成为第一个世界4大组织的金腰带拿下来的人。也希望阻力皮卡尔的这个梦想能够早日实现。世界冠军，现在他离世界冠军、世界金腰带自己的儿子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，只有母亲才能知道儿子自己付出了多少的心血。给我们 WBO 的东方洲际冠军金腰带的得主，我们的朱莉皮卡尔的加里，好吗？再一次欢呼声。